江户川乱步，火绳枪。叙述者收到朋友林一郎的邀请，他正与弟弟二郎在 A 山路 S 酒店享受狩猎。由于在冬假期间感到无聊，叙述者决定与朋友菊一同前往酒店。到达酒店后，服务生告诉他们，一郎正在独立的洋馆里午睡，而二郎外出了。尽管敲了门，一郎仍未醒来，于是他们用备用钥匙打开房门，发现他已被枪击身亡。警方开始调查，发现桌上的火绳枪属于二郎，而庭院里留有穿着木屐的足迹。侦探推测枪击是从窗户射入的，并将二郎作为主要嫌疑人拘留。当天晚上，叙述者向菊询问案件的真相，菊坚定地说这不是犯罪。第二天，在晴朗的天气下，菊让侦探带来火绳枪，并在房间里重现事件发生时的情况。菊引导大家注意桌上的花瓶，并解释阳光通过盛水的玻璃瓶折射，聚焦到火绳枪的点火孔上的现象。枪支自行走火，证明一郎是意外被击中，揭示案件既非他杀也非自杀，而是一场悲剧性的意外。江户川亂步的火繩槍是一部巧妙融合邏輯推理與意外巧合的推理小說。故事圍繞一個封閉酒店房間內發生的神秘槍擊事件展開，探案者骨推翻常識，揭示真相。起初，二郎被懷疑為兇手，但骨的冷靜分析表明，這起事件並非謀殺，而是太陽光通過玻璃瓶折射，引燃火繩槍，導致的悲劇性事故。這一結局巧妙地運用了科學元素，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此外，沒有兇手的殺人這一主題顛覆了傳統推理小說，為故事增添了獨特魅力。通過這場偶然引發的悲劇，亂步探討了命運的諷刺以及人類推理能力的局限。